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4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为什么聊消费？大家也知道，特朗普4月2号这个对100多个国家发起这个关税，就是贸易战。他专门挑4月2号，恐怕是为了避免4月1号，因为是愚人节，有可能担心让人产生误会，以为他是开玩笑。4月2号宣布，让大家明白无误的知道，我这是玩真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公布，首先是美国自己，对吧？美股崩了，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就服软了。你像越南、以色列，还有很多国家。但是咱们进行对等的反击，给原产地在美国的商品也加了34%的关税。这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最终对咱们的贸易来说，那总不是好事。虽然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你对我进行加关税，我也对你加关税，但是对一个以生产制造、以外贸为主要支柱的一个国家呀，这个不是好事。大家都知道，经济三驾马车，排第一就是外贸、投资、消费。外贸目前形势大家也清楚了，现在是叫囚徒困境。就是美国它为什么这么牛？美国的牛它有底气，这个咱们不得不承认，应该是第一大消费国。这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很强，这是特朗普的底气。你全球的东西都往他那儿卖，还不是美国人能消费吗？如果美国人消费不起或者不愿意消费，跟这个印度一样，2个印度加在一起15亿人，对吧？30亿人快，消费能力有限，人家才3亿人，这就是特朗普的底气，人家那是最大的消费市场。现在什么叫囚徒困境？就特朗普给全世界都加税10%，那是大家都有，人人有份，剩下的跟着贸易顺差一减，再什么一除，再除以2，这就会导致个什么叫囚徒困境。这个大家自己去想，如果有的国家采取反击，但是有的国家不反击，你比如越南，它有可能，但是越南还没有宣布，它有可能对美国的所有的商品零关税。零关税会导致什么？导致越南就从美国多进口商品，因为越南跟美国也卖的商品多，它出口占越南 GDP 的30%，这样它就消除贸易顺差，这样特朗普对越南它的关税就会下降，这么一个逻辑。那越南对美国的商品零关税，这个时候假设那新加坡对美国加30%的关税，那美国要卖到新加坡的英伟达的芯片，或者是美国其他的高科技产品在美国生产的，那它就很有可能先卖到越南，在越南重新包装一下、组装一下，再卖到新加坡。越南跟美国没有关税，新加坡跟越南之间恐怕也关税很低。你看，那么原本由美国直接到新加坡的商品，恐怕就要借到越南。也就是说，谁先跪下，谁能占便宜，就是囚徒困境，谁来出卖别人，谁顺从美国。当然了，新加坡也可以学美国，对你越南，你再给你加关税，那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你看是不是现在本来都是美国跟各个国家之间加关税，以后就变成什么？变成各个国家之间互相都要加关税，否则你不严防死守，你只要给另外一个国家没有加关税，那么别的国家的商品啊就借道进入你们国家。那这个道理大家搞明白之后，你就知道了，全球化呀，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越走越窄了，大家都是孤立主义，各个国家之间互相加关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本来我们要卖到美国的商品，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因为美国加了关税，那这些商品可能卖不过去了，卖过去也很贵，那怎么办？那咱们的产能是不是很大的富裕？那么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是不是寻找新的市场？那恐怕又要往欧盟、往非洲、往其他国家去卖。那你说这些国家他能受得了吗？在他们看来，这就属于倾销。那欧盟是不是对大国他又要加关税？他都要保护本地。所以我说了，特朗普他是打响了第一枪，后面大家都纷纷要加关税，互相加。所以特朗普的贸易战是连锁反应。特朗普的贸易战不管怎么说，对咱们来说那是非常不利的。这个希望大家认识。虽然我们要支持对美国对等反击，但是最终又有多少人要失业，对吧？又有多少企业倒闭，产业结构要重新调整。有的人刚去印尼或者刚去哪儿设了个厂，结果美国关税一加，你那个厂是吧又白设了，瞎子点灯白费蜡。所以说贸易不行，那投资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你再投它没有产出了。你看各地很多高铁站，有的高铁站都没开，钱投下去了，高铁站没有投入运营。有的地方地铁都已经修到郊区的菜地，在大山里面修了很多宏伟的大桥，是好是漂亮，问题没什么车跑，你那成本，你银行的利息你都不一定能收得回来，还有运营费用，还有维护，你再投资它就变成各个县城的广场上的反针椰子树，再投资就变成老干部疗养中心，能有什么产出？最后又增加地方债，利息都还不起。你到海外投资也不稳定，你说尼日尔你去投，刚果金你去投，
投的不好，那钱就送过去了。所以投资这个也基本上到头了。3驾马车，2驾现在是要熄火，就剩下1驾消费。就消费这玩意儿，我们说了10几年。大家如果翻报纸、翻媒体，恐怕从2000几年开始就天天说要消费，拉动内需，后来叫双循环。但是你看到现在，咱们还在喊刺激消费，但是好像消费就是无动于衷。这个咱们老是说了，你看北京、上海的餐馆都在倒闭，茅台卖不动。这个旅游行业是人多了，钱少了，人均消费在下降。都在穷游，什么消费降级、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都是这种看着热闹，但是对经济没什么帮助，这都是消费。今天财经网有篇文章，我们一起看一下。他说，他的标题叫“是自己不想消费，还是有点无能为力”。他这文章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从决定消费的能力和意愿2方面及持久性看，消费者存量的财产价值、流量的工资收入、长期的持久预期3个关口均决定了消费的提振程度。还讲的是一个我们腰包厚不厚，第2个我们工资是不是在增长，收入多不多，第3个就我们觉得未来的工资会不会多，就这个意思。那这个3个关口决定了咱们消费到什么程度。这个说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他说为了提振消费，2025年中央政府通过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但普通人仍觉得自己消费存在一定的挑战，尤其是感叹自己不是自己不想消费，而是有点无能为力。如何才能有效提振消费？可能需要过3关，就是刚才说的，第1关就是存量资产关，消费实力来自于家庭殷实程度，这个家底就是家庭的资产，资产是长期的积累沉淀的结果，资产是一种存量概念。中国百姓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辛勤的工作，积累的成果主要有3类：银行存款、股权股票资产、城市房产。之所以是城市房产，由于农村的土地不具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和交易，因此不属于存量有权资产。也就是农村的，你看你把房子盖得再漂亮没有用，宅基地不能流通，你盖100万的房子那是真正的消费。等于农村土地上的房屋，由于仅限于在集体范围内交易，且没有市场公有价值，资产属性也比较差。所以我以前做节目一直说，如果你要是回老家盖房子，不仅要面临这个宅基地你有没有权利盖？你有权利盖，那你要考虑清楚，那纯粹是消费。这个他说，首先对于银行存款，主要是储蓄存款。按照2025年2月的数据说，中国家庭的存款约有158万亿元，这个数已经超过2024年末128万亿的 GDP 总额，似乎很大，因此常被人提起。中国居民财富实力雄厚，消费潜力巨大，就是有钱不愿意花。文章说，他说，但是这里忽视了3个方面。第一，他说居民除了存款，本身还有贷款约80万亿，如果简单扣除这些贷款，则存款数额立即腰斩。对啊，咱们整个的存款158万亿，但是咱们整个的居民的贷款是80万亿，那实际上咱们还有就是净存款78万亿。第2个是中国贷款非居民的部分看似与居民无关，但实际操作上大都与居民紧密相关。比如一个中小微企业，其要贷款时，银行往往需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甚至高管层签署个人连带责任。这个咱也介绍过，私营企业主你贷款，这个法定代表人或者大股东以及亲属，就是家庭成员，恐怕都要签这个连带责任保证。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家印甚至要求他们以个人家庭的房产等资产作为抵押物或担保物，这就使得看似与居民无关的很多企业贷款，本质上仍是居民家庭背负的贷款。这些贷款不是企业的有限责任，而是涉及家庭的无限责任。截至2024年末，从中国企业贷款总额看，中国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81万亿，中国社融存量规模中企业贷款是258万亿。因此，如果从中国居民家庭存款中扣除居民相关的贷款，居民的净存款额不仅没有超过 GDP， 家庭实力不是想象中那么雄厚。你看他这么一说非常有道理。他说第3个，扣除贷款后的居民净存款，在美国国家均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财富结构往往符合28原则，也就是 20% 的家庭掌握 80% 的存款，这使得中国家庭均值上净存款额较高，但中位数上净存款额未必高。这个咱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虽然咱们一看央行的报表说咱们居民存款158万亿，超过了 GDP 总额，实际上你要这么一算，咱们
居民负债更高，居民负债78万亿，完了企业负债258万亿，小微企业负债81万亿，这个一共是340万亿。实际上跟居民也有关系，因为你很多都要签连带责任，虽然不是直接负债，但是叫或有负债。那你这么一算，那居民存款158亿那就不多，那咱们居民的净存款恐怕还是负的，负债率更高。第二个，即便净存款还有，符合28定律，就是少数家庭占据了大部分的存款，所以这个咱们一想就想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只看这个居民存款158万亿，但是我们自己老感觉自己好像没钱，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苦哈哈的。这文章说，他说其次例如股权、股票资产这种非典型类型的财产，中国大部分家庭居民并不拥有，一般是企业创办者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方、投资股市的股民拥有一些股权和股票资产。当前中国股票市场股民的数量大约1亿多，这个是咱们已经统计好像2亿嘛，占全国人口的10%。它是不考虑亏本的股民，即使每个股民都拥有正数的资产，则也就是此10%的股性财产所有者占比，依赖10%的人口支撑全部的消费，力量不算强大。何况股民的股票财富分布也符合28原则，80%的股民在股性净资产上并不占有支持消费的优势。也就是你指着股民去消费，股民现在等着解套，现在股民都是山顶资本，你指着山顶资本去消费，本来这一瓶啤酒就2块，股民去买的就是相当于4块。很简单，因为他那2块钱是割肉割出来的，对吧？他卖2块钱股票，那股票他是4块钱买的，你让他割肉消费。第三，他说对于城市房产，这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消费实力来源。统计显示中国高峰时期房地产市场价值约在400万亿附近，但是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价值已经大幅缩水，这对消费实力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东北证券的一个被禁言的经济学家说过，以前房地产红火的时候房价还坚挺的时候，大家喝咖啡都是喝什么？星巴克40多块钱一杯的，现在喝咖啡都是多少？是19块钱2杯，还送券9块钱2杯，就是消费降级，由房产导致的。它通常房地产价值呈现是越是大城市房价越高，房产价值越大，房产资产实力越强的特征。在中国北上广深特大城市的房产资产价值对居民的影响就更大一些。但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从房产资产价格从2021年缩水以来，北上广深居民消费增速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它这有个图咱就不看了，我们总是在这个疑问，为什么北京上海一线城市那个餐饮企业都在赔钱，关店速度那么快？你看咱们老说的，你看北京宝马 5S 店关门跑路，什么奥迪 4S 店关门跑路，总感觉不应该，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居然消费也不行了。你看今天他这个文章说，他是由于这些大城市房价缩水更多，所以这个一线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速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还要差。那他就是反过来证明房价下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他说2024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的消费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北京低于深圳，上海低于北京。他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特大城市消费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与城市房产是中国居民最重要的消费实力来源不无关系。那从房价来看，2024年以来，一线大城市房价下行速度快于2线城市和3线城市的态势。他说因此财产不能大幅缩水，说财产保值是提振消费的第一关。那么提振消费第二关是什么呢？他说流量收入关。他说与存量对应的逻辑是流量。居民家庭中除了沉淀的存起来的这种存量消费实力，百姓每一年每一个月的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等，是决定消费的第二关。通常情况下，居民每个月流入的收入增加时，消费资金流出的速度，但2021年以来，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呈现一定的下行趋势。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由收入决定。这一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得出，收入不利时，消费的支撑也会减弱。因此从流量来看，流进来的收入流量降低，则大概率流出去的消费流量也会随之降低。这是流量收入。第三关就是持久的信心关，说存量决定了消费实力所处的高度，流量决定了消费能力成长的快慢。一个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承担流量与存量的腹背受敌。负面就是正面是流量工资收入
入不增，导致劳动力价值受伤，居民的利润表衰退。背面则是存量的财产资产价格缩水，导致财产受损，居民的资产表衰退。如果遭受两面夹击，则消费能力将大打折扣。两面夹击不是说消费能力打折扣了，那就是要暴雷。很多韭菜，很多房奴是因为房价在跌，他的收入也下降，他被裁员了，失去工作。那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就不是说消费能力下降，而是房子被拍卖，完了这一辈子，对吧？10几年、20年白忙，可能还要负债。本质上，居民的消费意愿的提升依赖于提升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二者的提升均需要保持持久预期。如果资产端的资产价格当期稳住并回升，但是以后还会下降，则这种暂时性的财产价格修复难以带来持久的财产保值预期。同理，如果收入端的工资开始稳住了，不再下降，但预计以后还会降薪，在这种短期的工资收入上涨不属于持久性收入上涨预期，是吧？但不满足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依然难以提升。消费者会将当期的收入存起来，节省使用，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这样，即使现在上涨工资，依然不会出现收入提升一份则消费同比提升一份的情形，而是陷入收入提升了，但消费几乎没有太多提升的困境。可见，持久预期的建立是消费信心的关键，构成了消费提振的第三关。那么要提振消费，文章说要三箭齐发，三关闯关。从决定消费的能力和意愿两方面持久性看，消费者存量的财产价值、流量的工资收入、长期的持久预期三个关口均决定了消费的提振程度。2024年3季度以来，中央三箭齐发。这第一箭，稳住楼市、股市，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就是为了在存量资产上施加政策力量，让消费者存量的财产价值不再受损，资产表不再衰退。第二件，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减负，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围，覆盖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实施消费补贴、生育补贴，发放消费券。之所以提出这些措施，就是为了在流量收入上施加政策力量，让消费者流入的收入增加或支出的流出减少，利润表不再衰退。第三件说，增加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务供给，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就是为了在长期预期上施加政策力量，增加保障，减少后顾之忧，增加持久性预期，不至于时刻惦记着以后出事了没资金，因此现在不消费。存量资产、流量收入、长期预期三箭齐发，三关闯关。可以说消费提振是否有效，决定了2025年全年经济的稳定性，也影响2025年股市的高度。这是财新网一篇文章，消费他这个谈的，我觉得谈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咱们的消费提振远远不是这篇文章谈的那么就能解决。虽然文章也谈到了预期，谈到了信心，但是总感觉还没能深入的谈。我们经常说如果房地产不行，你就房地产谈房地产，你谈不出个所以然。所以说你老说出台什么救市措施，这个地方出台什么救市措施，那个地方出台救市措施没用，因为你就房地产谈房地产晚了，房地产出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出了问题，经济出问题你就经济谈经济也晚了。实际上消费对应的是信心。我们举例子，以美的为例，美的的外债是36万亿美元，他怎么搞那么多外债干啥？那个钱花哪儿去了？就美国人借了那么多钱，也就是美国人消费为什么旺盛，美国人为什么敢花钱呢？美国人为什么信用卡透支，都刷信用卡，眼吃卯粮，这是常态吧？当然跟美国的科技有关系，美国它有高科技，但是我觉得跟美国人信心更有关系。美国人就敢花钱，那你反观中国的老百姓，他不敢花钱，我们就不要说眼吃卯粮了，我们不仅不透支，完了还总是想着多存钱。文章也说了，你存多少钱合适不知道，反正玩命存，存了10万你要存20万，存了20万你想着存50万，存50万你存100万。很多人说我存300万，我是不是就财富自由了，我可以躺着了？但是绝大部分如果一不小心运气好真存了300万，他也躺不下，他还得存。那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但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就是这大部分人都这种心态。那为什么不消费？
我觉得还是跟信心有关系。没有信心，那为什么没有信心？就跟预期有关系。我们没有稳定的预期，我们总在这个动荡之中。这次美国人终于尝到了什么叫动荡，就特朗普来了。美国4年换一次总统，但政策虽然来回摇摆，但是摇摆幅度不大，所以长期来看，美国现在比较稳定。预期是可以看到的，这次特朗普这个恐怕也有点超预期，所以美国恐怕也是要开启一个新的周期了。大家对预期不稳定了，那一直是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你以房地产为例，2016年、2017年3条红线，那个时候天天是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是吧？那个时候对房地产是什么态度？这个时候又要保房地产，我发现房价不能跌，一跌老百姓资产缩水，老百姓70%的财产是房子，你房价一跌，老百姓缩水，一缩水他就不消费了。本来以为这房价一跌，那老百姓就别去炒房了，你把钱用在别的地方，把那个钱从房地产赶出去，要不然钱都进了房地产嘛，其他的实体就不行了。结果你把房地产摁住了之后，你发现其他的实体也没起来，因为老百姓把钱放银行去了，他也不消费。但是你这个政策，你就是那韭菜的预期就变坏了。你前面对房地产是控制、限购，各种政策上，现在也各种解除限购，那韭菜的他这个政策的预期那就是反复。还有一些比如民营经济，前2年这个加头老师那么疯狂的攻击民营经济，还甚至有人跳出来说民营经济可以退出舞台了，这种声音在网上甚嚣尘上，没人制止，任由它发展蔓延，已经造成了深深的负面影响。现在才把加头给办了，人心凉了。什么叫人心凉？就大家预期不好了，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啥。你接下来你现在是权宜之计，你把狗给它封了，把它嘴给缝上了，把看门犬了踢了2脚，但是老百姓总觉得你什么时候又要把这狗放出来咬我们，谁也不知道。你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没有稳定的预期会导致什么？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导致什么？导致大家一有机会想着就润，有点钱就想着往其他国家跑，没钱有点才能他也跑。全世界各个国家移民里面，恐怕华人是最多的，新增的移民，那中国人恐怕都是排前几名。资金流失，不要小看很多人才，他是致富带头人，他是火种，他是创业的，你经济就得靠这些人就活跃，这些人都跑了，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穷鬼杀恶鬼。剩下的人里面，不是他不想走，是他没这条件，所以他的积蓄力量，他一旦条件达到，他也跑，是不是变成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是，所以大家的预期不稳定。如果我们的预期很稳定，这个预期不光是收入，不光是保障，也就是社保、医保这也是，但是光这些还不够，所以这里面又涉及私人的财产权、确权，私人财产要怎么保护？你不能因为他有钱，你就可以没收他的钱。怎么样让这些企业家、让有钱人安心，愿意在这投资，赚的钱愿意花在这儿，而不是想着把它搞出去？怎么样让韭菜相信他1年会比1年好？让韭菜相信他35岁他不会失业，或者失业了他也会很容易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所以实际上经济它就是信心，信心来自哪里？信心是长期的一个稳定的预期。那稳定的预期来自哪里？来自于法治。那什么叫法治？在法治的环境下，致富小能手、民营企业家不再害怕夹头这样的人，也不用为夹头背后的主人而感到害怕，这就是法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